来看屏东东港的大平湾看海大桥哦，是一座会当开、嘛会当收的桥。但礼拜六、礼拜日拢有开桥的表演。昨下晡有民众发现讲，挖进大平湾迄边桥开起一半就卡掉的，停伫半空中哦。管理处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线路故障，大约1点钟就修理好势咯。顶礼拜民众来观赏屏东东港平湾大桥开桥表演，结束了后，本来两边的桥面拢应该恢复到180度平面，互车辆通行，所以发现一边的桥卡掉的，时间超过10分钟。桥面要准备复位的时候，就想说，为什么卡住？就是卡住一边，然后没有全部放下来。然后我跟我的家人就在那边讨论说，它是不是坏掉了？这座跨海大桥连接着东港镇南平里甲嘉联里，嘛是南平里主要连外道路。二号迄天，民众破弯桥面无法度复位，影响着正常的通行。开时间来检修排毒，嘛有现场一度敢若会当单线双向通车，造成塞车。都有3次了，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困扰？因为这个是我们唯一我们南平里的对外连外道路啊。这旁准备过也是上拢要动差不多20分半点钟也有啦。就真正介桥面啊！嘛有临近遐好破弯桥的人，有时阵也因为船只要经过来高管，造成无方便。批管处回应，东港有可能是线路异常，才会互桥梁无法度关起来。当暗先互桥面扩过，后续会请厂商来修复。靠弯预测因故没有办法放下，经紧急联络厂商检查之后，发现是线路异常。有民众反映桥梁一当作一届无法度关闭，批管处回应这是新冠肺炎了后第一届来发生，距离顶届上少3档以上，3年有较悬的频率来故障，经过整体检修已经改善，正确的故障数就要搁统计。记者王丽婷、明昭宽考证据，屏东报道。